湾嘅成长人口有超过100万人，除咗行通唔呢片，佢哋老大家其實冇太大嘅政策。韓國政府推動無障礙空間，未已經超過咧20年咧。不過公共環境度還係有點淺度唔友善嘅所在，本佢哋嘅人生充滿了障礙。冇聽錯，人都應該用100公分嘅高度重新來看成長者嘅世界，本行無礙也三十四，做得正經合乎佢哋嘅期待。我係苗栗農工嘅學生誒李依鵬，我正好去搭位落了，故所我冇辦法想到，假使有一日我做唔得去我想愛去嘅地方，係乜嘅感覺？故所也把輪椅族嘅志工紀念，我希望我做得紀念到佢哋嘅生活流無方便。许大哥吗？对，早，一峰，早，来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办公室主任阿里大哥。一峰早。哦，早安。欢迎你。然后这是我们社工师叫李琦。李琦姐姐早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约在这里啊？其实这三园这边还就蛮漂亮的，刚好就是市区里面的一个郊区。对，所以我们想说今天是带大家一起来这边散步。其实它有很丰富的文史遗迹啦，哦，真的。但是也有很烂的步道，对轮椅朋友很不友善。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体验散步。对啊。哦，好。我们来看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OK。芝山岩係台北市大家親家出去行了嘅所在，豐富多樣嘅自然景觀，本具有咧父母奶都市度60多億嘅好名聲。韓國近半日對苗栗農工來嘅練習生二鵬，就係同行無礙自然推廣協會嘅盤稱搶下來一片大七尺。不過也下講嘅大七尺是唔係來享受都市叢林度安然自在，係愛來看下按平常時生活嘅環境度對身障朋友嘅友善程度。一峰，你看这边看得出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啊，感觉都还蛮好的啊，就是很平整。李琦姐姐，你为什么在照相啊？就是它这个的铺面有一点点的粗糙面，然后它的沟缝也还算就是比较密，所以可能走起来你会看朝父就是轮椅在走，我想看看它会不会颠，对，然后是不是方便走。其实对轮椅来讲，一个是不平来讲，走起来就不是那么的方便，会常常会震动。然后你看娃娃车走更是啊，那个娃娃就是那边头一直会抖动这样子。那石板跟石板在接那个接缝，如果没有弄平的话，一般手推轮椅前面小轮会容易卡在那个缝里面。对，那后面人推没有注意，一卡住，对，就倒垃圾就倒出去了。所以基本上其实是还蛮会造成危险的这样子。那重点不是在于让你觉得坐轮椅很辛苦，而是说要让你知道，其實真正有問題嘅是環境。人嘅環境雖然有那條問題喏，佢太過講，坐啲輪椅行先做得減少嘅多，故所佢哋當會推動輪椅族嘅散步運動，定期去到各地嘅公共場所做親切接嘅體驗，就像面頭前一隻無障礙街嘅，係講無去太過啲現場，大家應該都能發現佢嘅問題點嚟。確實是蠻酷。哇，徐大哥，对，你身体会不会不舒服？会啊，这个整个抖动的感觉，其实真的蛮不舒服的，而且真的是会有翻脚的感觉，这样。对。天哪！所以其实这个有时候这样做，真的反而就是防滑应该要做，但其实是让我们其实在走的时候，真的产生很不舒服的感觉。连那个你讲话的时候都会这样抖。对，这个很明显这样。对。行嘅的木栈道啊，我看到许大哥坐在轮椅上面，又
咚咚咚，给他身体在起伏，一台应该就知道就在幕后嘅设计啦。古早还会知道要用同理心去看待某重要的事情。这边其实就是比较陡一点，有没有？这个其实走太快，有时候真的也会翻车，所以后面一定要有人。对，可是就很想要快速通过这一区这样子。对，真的很两难，不然就会陷入两难。真的。对。终于结束了辛苦的过程。我们这边刚好有个平台来休息一下，这样。好啊。哦，这个其实才一小段，但真的其实是很受不了的。哇，那如果刚刚那样的距离啊，很想上厕所怎么办啊？对啊，那会更痛苦这样。你像抖已经很痛苦了，1.5倍的痛苦，因为真的会很想要，更想上厕所这样子。对，但这样一段其实才一小段走过来，你觉得嘞？其实我觉得它挺好的，就是防滑，然后下雨天，如果你真的遇到那种早上的湿气啊什么，走起路来，其实应该是蛮安全，对于我们一些一般人。但其实我没有发现，就是像你那样身障人士走，其实真的挺不舒服的，而且尤其是刚吃饱这种早餐饭后的运动，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来这边散步。我没想到，就是会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那种感觉，其实很不舒服，真的翻脚。没想到本来可以防跌倒嘅塑胶条设计，竟然要变做轮椅出爱数爱脚嘅设计。在人嘅生活当中，係唔係還會有一道像咁樣模推成長者促成嘅設計呢？據說今本日三浦運通嘅第2站就決定來到附近嘅士林官邸，呢一種外國觀光客都會來嘅有名景點，設計規劃應該會更加有同理心，然後更加友善。天氣好熱，好渴，哪裡有飲水機啊？好啊，在前面就有飲水機啊，前面有一座前面那個好。對啊。大哥，你也來喝口水啊。好，可是這個我這邊其實雖然它坐矮了，但其實還是靠不近。你要不要試試，就是轉一個側面，然後用手壓看看？我其實轉也是會有一些問題在這樣。對，因為我輪椅有卡住。對，而且我這個其實相對太遠了。很可惜啊，因為它高度算是有降低，但是就是對於輪椅操作者，其實在靠近的這個區塊，對平台還是都會擋到。所以這個會造成一個很大的障礙。看似可以，但實際上完全不行。叫做重看不重用，只可。其實李大哥之前有把台北市的幾個公園去特意去看過，他又發現問題非常嚴重。對，你連那個飲用水的設計都沒有去考慮到，這個坐輪椅的朋友、弱勢的朋友，我覺得是這個要好好的去改善。我現在感受到問題的重要性了。我們去看看涼亭。好啊。哇，這個坡度這麼陡。這個很陡嗎？好，科學證據會說話。我們用手機來測量看看。好，你看哦，它現在6.8。這裡6.8度。對。看一下旁邊。然後你看哦，你再來看看。哦，這超陡的，這邊9快10度了。對。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說看起來它是平面，但其實不是，未必。所以它前進下來的時候，人是滾下來的，像在打保齡球。但是倒退路的時候，如果沒有人協助它，它眼睛沒有長在後面，它也看不到，所以很恐怖啊。所以很多人以為說，哎，這個斜坡很容易啊，不怎麼樣啊，但其實它是很恐怖。隱藏危機。對。原來青島看起來當正常嘅設施規劃，對輪椅族來講，都抗了一道問題啲嘅地位。也未看得出台灣啲無障礙空間規劃，還有一道愛進步嘅空間。尤其所有設計嘅人，還加應該學習用成長者嘅角度，還有需求來去斟酌。咁樣就唔會留笨蛋呢片嘅設計，實變做唔實用咧。比較多人談身心障礙就業，或者是讀書就學的問題，那比較少單位從無障礙生活面的概念裡面，其實包括食住行娛樂，的概念裡面去做推動跟倡議。所以我們覺得，其實回到生活面
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重点是让身心障碍者能够真正能够机会均等参与生活。所以散步在2001年提出来之后，很多素人的障碍者参与，然后我们也产生让很多的栏杆被拔掉，让没有无障碍厕所的时候，后来改建了有一间无障碍厕所，然后有一些在动线的安排，有一些在接待的安排，产生了很多很不可思议的改变。对。对根本意走顺嘅散步运动度，相信二碰未做得了解，本來大概係正經嘅遊山環境咧。雖然真相本人知道有條嘅實質，不過戲太過講，身障者生活當然都因為一條唔理片，知道無奈何。顛倒就練到了一身好功夫，即加想辦法，免樂觀去面對，就像一條對運動嘅向夢同樣。這個呢，就是我們。平常別人呢騎自行車玩得很開心，可是我們呢就用這個叫做手搖車，就是用手去搖動這個車子嘛哈。左邊這邊有剎車哈，然後呢這邊它會有這個排檔，它可以7段變速。那你有沒有發現這邊有個黑色的東西？這個是什麼？你覺得？放腳的嗎？那腳是放在這邊有嗎？那黑色一個桶子。有些身心障朋友他是拿拐杖的，所以他拐杖就可以擺這邊，然後往後拉這樣。哦，好酷哦！對，主要是這樣子。那像我們呢，沒有辦法，其實我就是腳帶，就是還可以再綁住，就讓自己坐的穩定性就會更高。這樣，這樣 OK 嗎？嗯。好，那我要出發嘍。好。好。原來去泰國根本一下本兒碰來體驗下身障者騎車出乎嘅趣味。韓國根本嘢係有協會和較專業嘅車手從泰國向下來騎，相信對第一擺技術有差嘅兒童來講，除咗知道神奇以外，沒有嚟考驗技術比有力條毛。出發！跟得上嗎？可以，快上手了，快上手了！我們來小加速看看。Go！ 加速 ！Go！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這邊可以撐起來，有拉筋的感覺。哎，那裡有冰墊呢。我們去這邊，下去嘍。這個斜坡其實對我來說還是有一點點太陡，對。左邊一點，左邊一點。嗯，過。好，終於出來了。我們來小加速看看。Go！ 許大哥，我們來了！來哦！許大哥，準備要超越你了。趕快哦！超越！快！耶！我累了。洪大哥，那我問你哦，我看你這樣一身裝扮，其實是不是挺常騎這個手搖車的？運動加上有行動自由，這個就可以到處看風景啊，比較自由。對。哦，這個手搖車也有一種類似所加熱車啦，或什麼，所以可以根據每個人的身體狀況，那可以去調整不一樣的功能。對。哦，就選擇變多了。無障礙的部分，其實當然一般人可能會想到是硬體的設施，可是其實做無障礙為什麼其實是要把那個選擇的權利回到每個人的身上。也就是說，我今天想要騎腳踏車，我今天想要手搖車，我今天想要坐捷運，我今天想要坐公車，把那個都無障礙好了之後，你那個選擇就變回到你自己手上，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精神。今天這樣跟着我們一天下來一峰，你自己的感覺怎麼樣呢？就是體驗不方便的生活，然後其實發現生活周遭很多說是友善的空間，但事實上換個角度就發現其實它並不友善。只是你多1-2分鐘的思考，你就會發現，哎，其實這些地方其實可以怎麼樣去做，它會變得更方便，而且不但利己還利他，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在這個空間生活，不管是
身障人士或者是老人坐轮椅的，甚至是娃娃车要经过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那么不方便。没错没错。由此组嘅想法看起来清正常，不过对身障朋友来讲，啥时要自家去争取争取得有。故说伫第2日嘅自贡体验，去泰国就会本儿童一只喊卡做的手拳来看，身障者形容嘅高热力嘅服务工作哦。哦，嗨，那我们今天有什么任务吗？哦，今天任务可大了，这样子。哦，今天你要试200台轮椅才可以出去。200台。好，这一款呢，我们其实就是让使用者呢跟协助者其实都会很好推，因为它比较轻。哦，那你可以，对，你可以提起来看看，有没有超轻的哦。对，这个就是我们在租借，就是说你不只是坐轮椅的人要使用，你也要考虑到后面推的人。对的使用这样子。像这一款，来你看这一款，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它好像这边脚的地方多了一个垫子。没错，你看哦。它这台呢，我们一般叫做骨科的轮椅，差别是什么？就是有人临时受伤，他脚呢是裹石膏，那裹石膏就没办法弯下来啊，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这边可以撑起来，你脚就有拉筋的感觉，对，然后你裹石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这样抬直，哦，这样放着也比较轻松，对不对？对。没想到好，轮椅没有按多种无相同的类型。古所协会也没有各式各样做的日本人，像是妈妈风促爽嘞，抢短时间而用到，也是出国了想要换天通轮椅来退步，都唔是在个事前去买贵先生嘅轮椅嘞。不过认识轮椅是唔係基本嘅儿童嘅任務，為留身障朋友亞運去昂嘅，佢將係佢基本嘅挑戰咯。那我們就去往那邊走。好，去坐公車去湖岸邊逛逛吧。可以。好，我們等一下要坐公車哈，我們要坐到北門站。然後公車呢，其實它上面會有一個輪椅的標示。那我們要看到有輪椅標示的輪椅才可以坐。那你跟輪椅族出來坐公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你要幫忙他攔車，因為我們的輪椅比較矮。那常常會被前面坐公車的人擋住，那司機沒有看到你，他就不會靠邊。然後呢，你幫我們攔了公車之後啊，你要到前面跟那個公車司機說有輪椅要上車，然後他才會下來幫你翻那個斜坡板，這樣子我們才可以上車。了解，對，謝謝。謝謝。我刚刚上车的时候就是非常紧张，我真的很怕错过公车，然后我就觉得公车如果错过怎么办？然后下一班是不是要等很久？然后又不知道这个公车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你顺利的上车，因为如果人很多啊或者什么会遇到不一样的困难。其实因为你的担心，其实我们更多，因为万一如果是说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搭公车，我会更担心。身障朋友受嘅係一方面係驚麻煩親戚朋友，另外一方面又會驚麻煩公車司機。故所記得嘅交通單係線切運，唔係公車，因為大家都冇希望變做騙人嘅包袱，做得自家自主行通，對身障朋友來講，咪會較安心啲嘅。像我們呢，走到這邊的時候，就是說。可能我們會一邊聊天嘛，那一邊聊天有時候會不小心就會從這邊掉下去，因為有看到那個以為這是很大一片，對，會不小心，所以就是跟輪椅族出來的時候啊，可能要稍微幫他看一下路面。下去嘍，這個斜坡其實對我來說還是有一點點太陡，對，最主要是因為它路面不平整，然後又剛好遇到水溝蓋，對。哎。那里有冰店呢，我們去這邊。走。哎，看一下這裡可以下去嗎？這邊哎，太棒了！這間店有斜坡，可以嗎？可以。好。可以嗎？好。哇，有接。有問題，那你等我一下，我繼續幫你問一下哦。OK。目前沒有。
前面哦。不好意思。没关系，谢谢。没有办法，而且他们也没有斜坡让你上来。他还说，如果要上去吃，就要自己这样推上来才能上去用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好吧，那我们就找下一家喽。看来亚文对安阳嘅情形未幾經關聯，不過一隻門檻、一隻袋呢，都會造成一條成長朋友嘅唔利片。不過第一隻靠建築為主嘅鐵發街，還係有一好嘅設計哦。你看一下哈，像我们这边这样一路走来啊，这家店的门口比较宽，而且它进出口是平的。那它的走道啊，就是轮椅进去也不会太卡，它里面空间很大，所以我们就可以在里面绕一圈这样出来。我们轮椅进去很怕走道太小，它会撞坏别人的东西。那会不会因为你们这样子怕撞到东西，然后你们就选择不逛，然后坐在家里开始用网络购物啊？有可能。所以其实你们比较喜欢网络购物吗？事实上，我觉得哈，出来逛街，实际摸到那个东西的感觉其实不一样。对，而且像我们可以一路聊啊，一边聊那个东西的样子啊，然后互相讨论，这种感觉跟网拍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这里啊，有免费冷气，在家里还要开自己的冷气。对，而且它还会让你试吃。真的。其實也就是王家嘅痴迷，咩係成長朋友希望到得輕鬆出遊嘅對待。不過亞文講，喺諾貝王家嘅時節，佢哋要考慮到一個問題，佢就係做唔得飲太多水，因為某種嘅片數唔係萬難都有，單單係啲公共建築度爭做得前面多。不過上班下還要有從考察牌安樣嘅本店，爭做得安全出入。這個門。真的是有點太小，真的太小了。對，要不要後退一點？我們轉一個方向，左邊一點，左邊一點。好 ，OK， 出了嗎？過。好 ，OK， 終於出來了。所以其實這個啊，它其實不算無障礙廁所。真的哦。對，如果無障礙廁所，它會標示一個輪椅標誌，那所以它只能算是一般的比較大的廁所啦。我2年下來，我就知道身障朋友佢哋生發方面要動到冇方便，就像去逛街、去廁所都冇辦法去捱到，想去就入去，想去就入去。假使也在環境又變到較友善、較自然，佢哋就冇需要騙人嘅天數，就做得自家行入去，自家入去看。然後佢哋嘅生發全部自己來。你們家住這裡嗎？對啊，這是我家，我家住2樓。哦，2樓嗎？那你怎麼上去啊？我今天有預約了爬梯機哦，就是嗨位哦。Hello， 有等很久嗎？還好，剛到而已。所以我今天要用爬梯機。這是爬梯機嗎？對。這個爬梯機呢，它是德國製的，它叫撐桿式的爬梯機。那它利用一個撐桿的原理，然後在樓梯間呢，一格一格一格的，然後呢就可以慢慢的把雅文帶上去。好酷哦！對啊。所以它是這樣一格一格又一格的慢慢爬到2樓。是的。一隻揭台機多付服務，咪係項目外資源推廣協會嘅服務項目之一。因為喺台灣，從一種無天台嘅手工藝還係同多。有了揭台機天數，青島成長朋友也係行通唔利片嘅老人家，啲上下樓台嘅時節就唔會踏步都驚驚險險咧。我發現裡面還有一個小門。生發地度要動到冇方便嘅地方，我哋都冇注意到。故說夜擺我哋注意到動到事情，不過佢哋就會講，就會按鈕。我反應，故所我就想講，下擺我有機會，我就攞佢哋拍照起來，俾佢哋看，係乜個地方我要改善，我進步嘅地方攞佢哋講。故所下擺我就知道，一隻輕鬆要用冇共用嘅角度去看待大家事情，就會看到冇共用嘅風景。